而让豆腐成为拳头产品的秘密，就在老袁这一锅横跨海峡的汤底里。所以其实台湾的手面麻辣火锅也是从四川跟重庆过去的。当兵的四川人到台湾去，他想念小时候的味道。台湾人一般口味比较清淡，可能对像比如四川口味，肠胃可能也受不了，这跟饮食习惯有关。川式火锅厚重的牛油被牛骨髓取代，主打一个去腥去异。牛大骨熬出来，它里面有那个骨髓啊，骨髓出来就有油啊。牛油的香气点到为止，各种香料接踵而至。台式辣酱来自台中冈山，辣椒粉面选自四川。药材磨制的料粉，由老沈从台湾人肉背回。最后，川式辣酱加入，仿佛乐曲中的华丽高音，成就一段和谐的香气协奏，有助于豆香的超水平发挥。川味的辣酱很辣很咸，比较香一点。台湾的辣酱就是比较鲜的这个部分，一定要做一个调和。川式的生猛刚烈，点燃台式的温婉悠长，呈现海峡两岸的绝美碰撞。我们不是喝酒，我们拿这个辣椒酱来喝酒。OK。同根同源的两种辣酱，是过去和现在的隔空对话，是流变，更是不变。接下来的步骤可能会让你感受到台式温柔。涮一块肉下去的时候，上面带了2颗花椒，带了什么上来吃，你就觉得很不舒服。熬煮的底料要经过研磨、萃取、滴滤的终极点化，才能对豆腐完成神圣洗礼。把这些料都滤掉，而且把那个精华跟香味留在里头。特制的豆腐在久煮后呈现疏松多孔的结构，能够与底料的立体香气深度绑定，难舍难离。